在2004年成立的艺术画会，因为台湾过去有艺术263万家的称号，台南府城因为欢迎被称作艺术画会名称，希望鼓励会员和府城更加应邀。这届展览的作品有府城意象为主，有人物、风景、甲人物的油画、水彩等，总共42件，以及雕塑等。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艺术画会来展示他们的画作。那其实我们的艺术空间长期以来，在我们艺术家全力的支持之下，我们从107年到现在已经办理了17场。那这一场的话，也是由我们艺术画会所有的师生做一个联合的画展。那包括有42幅的画作以及4幅的艺术作品。那非常感谢他们提供这么精美的一个作品让我们所有来南区洽公的民众们可以享受这样子不同的一个氛围。这一次我们的主题就是衣服抒情画意爱台南，所以这个爱台南这一部分是我们就是展出的一个重点。都是我们台南在地的一个风光很多的街头巷弄的就是人文，还有我们这里的美食，关于台南的生活点滴，我们因为为了这个主题，所以把这一个主题发挥起来。那期待呢能够跟民众无距离的接轨，也可以期待我们的画作。可以深植民心，让大家都能够产生愉悦的氛围，来办公洽公之余，带着愉快的身心。艺术画会成立到现在，有会员分别得到国内外美等的奖项，嘛曾经伫中正纪念馆、甲各县市的文化中心、艺文展馆举办过个人的展览或者是联展。上午的开幕式，出席的贵宾云集，现场还佫邀请到音乐家的演出。以及摄入地色，和整个活动充满音乐、甲艺术以及地方的人文气息。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